批量導入相片，批量導入商品相片。有啲貨品會有多過一張相，呢個時候批量導入快過逐張搞。例如，現在我們需要為商品上衣導入若干張相片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點擊編輯模式，複製目標商品的商品編號。打開存放商品相片的文件夾，將相片文件名改成對應嘅商品編號。若需要導入多張相片，則在商品編號後加上括號，打上相片序號，注意要用英文的括號。例如，要給上面的編號為0002的商品導入4張相片，那麼4張相片應該分別命名為0002、1、0002、2、0002、3以及0002、4。選種所有相片，打包成壓縮文檔。返去 CMS 系統，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點擊導入，點擊導入商品圖片，選擇頭先個壓縮文檔，上傳後點擊現在更新，完成導入。備註：導入的每張相片建議唔好大過1MB，相片格式須為 JPG、JPG 或者 PNG 格式。需要選中相片文件生成壓縮文檔，不要選中文件夾和其他非相片文件，否則導入會有問題。壓縮文檔必須係 ZIP 格式，單個 ZIP 文件唔過50M。如果有多個壓縮文檔需要導入，需要上傳完成一個壓縮文檔以後，點擊現在更新後，再繼續上傳下一個壓縮文檔。批量導入 SKU 相片。如果件貨有唔同 SKU， 例如衣服分黑色同白色，就要逐個 SKU 入相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點擊編輯模式，進入編輯模式，點擊顯示斜線隱藏欄。喺一般內容度選擇 SKU Node， 廠商編號，自定義 SKU Node、SKU 圖片。呢度嘅 SKU Node、廠商編號和自定義 SKU Node， 每個 SKU 都唔一樣，所以可以用嚟分唔同嘅 SKU。喺呢3種編號入面選擇一種嚟區分 SKU。入相嗰陣就將相文件名改成呢個編號，下面會用 SKU Node 做例子。打開存放商品照片嘅文件夾，將相片文件名重命名為此 SKU 嘅 SKU Node。如果 SKU 需要導入多張相片，就要喺 SKU Node 後面加上括號，打上照片序號，注意要用英文嘅括號。例如，如果要幫 SKU Node 為3071625000000262嘅 SKU 導入4張照片，咁呢2張照片應該要改名為307162500000020261同3071625000000202，以此類推。選種所有相，生成壓縮文檔。返去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點擊導入，點擊導入商品圖片，選擇頭先個商品相片壓縮文檔。上傳後點擊現在更新，完成導入。